18年来梦一场，应云在小子一副老母孙，才知道我原在并非喜新娘，小子上第四一首还娘命，父亲莫名爱中长，我的我弟没有出为红，是我的母是心宝贝连字旁，分明是我父亲生为秀才，我名字在爱心生万人遍天下，爱那妙语天四方，那一个秀才是我父，那一个尼姑是我娘，方灭了外郎无其数，我送外郎接我娘。前面一道马外，有娘父娘，我追切进去旁一把。开门，开门！耳听开门声，相思发不回。我见三郎立门外，他用言一句毛笔改。开门，开门！莫非我泪眼模糊，看错了人？也许是想他到来，外面何人叫门？小生喜女在到此，请快开门。是此请稍待，待我开门来。是。请，请。他与生老为何时时相像？此人的神态好生奇怪呀！看公子这般穿戴，莫非是为贾元公？正是。请问贾元公真姓大名？
小生姓氏名远者，请问司他法号？并以名唤自称。是真是啊，这名字高雅得很啊！请问贾元公今到朝安，不知如何归官？我这里到此烧香拜佛。是此，请在并你到佛殿去吧。请。始终是有余的啊。并非不贫富有根，根上水里看不清。遇着怪了这池塘水，犯罪不平看见根。
这是大是大悲救苦救难，南海观世音菩萨，待我拜他一番。请。铃铛接连人不清，请问你铃铛他是何此人？他家是富外还是贫？我不知母亲是何此人，只知道
请我儿来，有心相问，真气人。他分开适当听有意，我有事要想开你心。路旁不见一枝水，老夫也今日不必来。是他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竹笙。是他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颗松子。请问他可是知谁？谁人相知难分清？松子大于情母子，松子苦有丝子啊心。他受尽寒霜照情人，美在狮子泪淋淋，谁与梅花爱知音？只恐怕这松子不是他，是今生。我不知不觉路三尽，怕是他流结在书生。昨晚兵
都是罗汉菩萨。罗汉菩萨有什么用处？苏罗汉可问流年吉凶祸福。是此，请使他听我说上一说。请问贾元公是问功名婚姻，还是就在访友？我为姓母就法，问的是母子可能相许。请问贾元公今年贵庚多少？18岁。18岁吗？是啊，18岁啊！你是哪一只家先进来的？我是周家先进来的。哦，是此。对，我数来。15、19、10、15、18。哎呀！数到在长眉芦花，我心头紧。不与我想起郎君身归身尚记得18年前苏芦花，恰巧也数到在一阵，到如今郎君永没往前想，娇儿至今我不忍抵抗，我在念经。念经？念什么经啊？念罗汉经啊。说罗汉还要念罗汉经？那你为我把书下去了？那，就是这阵长眉芦花。长眉芦花自无自福，你看他面带笑容，自然自福。是此说来，我母子定能相许了。长眉芦花素有灵验，还不知怎样才能相认？并一并非芦花才能知晓。长眉芦花。
好相似，他母也是蔡家人。这世间巧子何以去？他不是我儿是后人。李子他水中苦于学诗才，李子他为中苦于肉亲邻。你莫非还要背吧？那，这就是松子娘娘。松子娘娘是在什么用？这是在家缺少儿女，只需在松子娘娘身边烧香许愿，就可取男得男，求女得女。是此说来，人家生了一女，都是这位松子娘娘送去的。真是松子娘娘。千错万错是你错，你不该出送儿害死人。送官送命前途苦，你为我把儿送进外堂门。原在不知才是梦，你总能知道源头找到根。娘娘我问你并没有错，他是谁？是心不悲，他是何人？苦之苦，我本是佛门受因人。今天我若把儿人，他无即刻就来临，58年来相儿。
小儿可以生。从此难以进考上，儿你身为家园先成堂，我不生儿莫归新娘可做儿
开门，开门！何人家门？元在到此，请快开门。病你身体不尚，难以奉陪，请家员公见谅。元在还要拜佛，请使他因故方便。病你这是久病无法，不能开门，请你快回去吧。是。既然如此，元在告辞了。你就相认了吧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谁是你的母亲？我是尼姑，真是哀悼。你不要胡言乱语，少乱犯门清规。母亲。人定怕什么出家人难以说家事，怕什么金宝不能来提名，只要母子能团聚，千里百路二三人。娘啊娘，富贵荣华荣华富贵儿不要，儿心愿母子两意，同在儿也好比春来同生在我层层大梦门。手里迷心窍，迷得我情深儿子不关人。我情愿母子相守活。